敬康議員。多謝主席。我都想問問關於現金流預測嗰度嘅。咁其實我睇呢一份嘅文件呢，我個人認為呢一個現金流預測過於簡單。咁喺收入嘅估算呢，其實雖然按年都有遞升啦，但係其實可唔可以可以將佢俾多啲明細我哋呢？即係話喺邊一個業務，喺邊一個嘅範疇入邊，喺收入方面有一個增長，增長係根據啲乜嘢嘅實質數字去推算嘅呢？咁樣咁就咁一個收入咁樣每一年按年增長嘅話，即係好難去理解嘅。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營運成本嗰度呢，我見到都係逐年係遞增嘅。咁喺節流方面嘅措施呢，就咁睇呢個現金流呢，都好似係做得麻麻地，喺對於係收入嘅增長方面，亦都唔係成一個健康嘅比例。呢個第二。第三呢，就係2025年嘅6月嘅估算嘅還款前嘅現金結餘係1億4600萬。咁你嚟緊嘅25、26、27咧都唔使還錢嘅，但係去到27年嘅6月嘅現金流跌到得翻200萬嘅啫。咁跌到得翻200萬，咁28年嘅年頭咧嘅現金結餘由200萬開始碌落去咧，就開始要還錢啦。假設咁每一年還錢大約係6億左右咧。但係其實咧28年嘅6月咧就係個估算嘅現金結餘係1億8300萬。我想問嗰一年咧點樣可以變多4億幾嚟還錢嘅？即係假設，即係你個現金流都係得1億8300萬，跟住還款後咧就有個負數嘅現金結餘，即係負數嘅現金結餘其實係咩解讀嘅方法嚟嘅咧？跟住繼續再落去啦，再落去，其實咧你係起碼係要去到我就咁睇咧，你起碼都要去到2033年啊，先至叫做係掹緊地可以還到下錢。咁所以就我想問一問，即係有咩嘅方法係其實可以說服到本委員會係可以係覺得係而家喺呢個現金流嘅預測底下係可以有能力去還錢呢？最後一個問題就係開源方面呢，其實都要諗多啲方法點樣做多啲生意嘅。咁我睇到其實文件入邊咧都係講有產科嘅。咁其實可唔可以去拓展下我哋輔助生育嘅一個業務呢？因為其實好多香港嘅市民咧都會因為輔助生育咧事實咁嘅需求，就算特區政府對於輔助生育嘅取態係點樣，係事實咁嘅需求，有咁嘅市場，好多其實而家可能去泰國唔同嘅地區，可唔可以考慮喺呢一個範疇度增加我哋市場嘅競爭力，將啲生意留翻喺香港？多謝主席。好啊，3個現金流問題，1個開源問題。主席，我先補充少少，然之後交俾馮醫生。其實根據中文大學醫院交過嚟嘅服務嘅統計嘅資料咧，其實過去嗰2年由2022年開始，住院病床嘅總日數同埋住院病人出院日間住院病人總數量咧，呢個係大幅上升嘅服務指數嚟嘅。我哋相信咧，佢嘅收入都係因為跟住呢啲嘅服務嘅數量咧而增加嘅。咁又或者其他現金嘅問題，我交俾阿馮醫生。馮醫生，好啊，多謝提問。咁就有關嗰個收入同埋成本嘅預算嚟講咧，你睇到即係睇個補充資料咧，睇到我哋過去就算2年嚟講咧，我哋嗰個成本控制嚟講咧，都好一路喺度改善緊嘅嚇。即係幾個方面啦，包括即係醫生佔收入嘅比例啦，同埋呢一個非醫生嘅即係其他員工嘅嗰個成本佔呢個收入嘅比例啊，同埋嗰個固定成本佔收入比例一路喺度下降緊嘅。咁呢顯示喺醫院嘅發展過程之中咧，隨住我哋嘅經濟效益能夠增長嗰陣時，改善嗰陣時候咧，係陸續咧所謂嘅成本個比例咧係一路喺度改善緊嘅嚇。咁就我哋而家嚟講咧，喺未來咧，的確喺個預測嚟講咧，我哋都係比較謹慎一啲嘅。咁所以咧，就站喺個預測入邊見到大家喺未來3年，我哋仍然有緊張嘅情況嘅。咁呢個咧，我哋會同即係大學嗰方面咧，一路咧係去共同咧係去除咗努力之外，繼續努力之外咧，亦都揾到一啲解決嘅辦法。頭先提到產科同埋呢一個輔助生育咧，都係你2028年嘅啲服務嚟嘅。得1億8300萬，你連息都未夠還嘅喎，咁點解會喺呢度會係提出2028年係可以還到錢㗎咧？因為開源嗰度頭先副局長都講咗啲嘅，可唔可以重點介紹下2028年嗰一年嘅現金流嘅
情況啊？馮醫生。我頭先講咗咧，就話我哋而家睇到咧，到時嗰預測個現金流咧，都仍然係會即係有一個缺口同埋一個短缺嘅。咁所以我哋喺呢方面4億幾嘅缺口係啊，要同呢個大學嗰方面一齊去，大家一齊去，除咗努力之外，再諗其他嘅解決方法。好，我諗現金流嘅問題咧，我哋跟住嗰20幾位議員都繼續會追問㗎啦，唔緊要。